大家好，我是克夏佛教中心的谢小静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多格仁波切的弟子。刚才在不久前呢，我就跟大家介绍了说，仁波切他一次又一次的出逃，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出逃，那最后呢，在这讲到1982年的8月呢，他终于成功的逃离了家里。那这个环节呢，其实这一个会比较短，因为其实再接下去我们就进入第3章。第3章讲的是，就是题目是许下承诺，那讲的主要是对至尊圣仁波切的一些记忆、他的思念和他的爱。所以那个是在洛杉矶的一个故事。所以在仁波切在美国的过程呢，基本上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在新泽西的阶段，就是1972年到1982年之间。那在第3章呢，讲的是从1982年到1987年之间，那是在洛杉矶，就是加利福尼亚。那所以现在这个环节是最后的一个部分，我们讲当时他在逃亡，就是他在离家出走的最后一次在离家出走的那个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情况。这个小题呢是出逃之旅。年仅16岁的仁波切已经准备好开始一生的旅程。他将错儿的养父留在家中。出门后才发现外面正下着大雪。所以你看，仁波切从9岁开始就想要离家出走。那从9岁到16岁这一段期间，整整7年的时间，仁波切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念头，就是可见他那推动的他这么做的，其实就是他想要学佛的心。只要在学佛上遇到阻碍的话，他没有办法学佛的话，他就会想离家出走。那可见他跟一般小孩子不一样。一般小孩如果说只是一般的，我想要些什么东西你不给我的话，那可能就坚持个几天，可能就放弃了。但是仁波切对这个学佛的一个坚持呢，却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这里刚才讲到了出门以后才发现外面正下着大雪。他在街上闲晃了一会儿，天气很冷，而且看不到任何交通工具。路上的汽车旅馆老板问他在做什么，想到那里去。老板让仁波切在汽车旅馆住了1夜。那晚他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接下来一天就要继续他的旅程。那这个逗留他的汽车旅馆呢，我们这刚好有照片，就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汽车旅馆在这里。这就是当时仁波切终于成功逃离家里国后，那第一个晚上所居住的地方。第二天早晨，他穿着印有吉米·亨德里克斯的 T 恤，颈上带着一条经加瓦仁波切加持的护身绳。他上了去纽约的便车。关于此次离开，仁波切在脑中计划了很久。他甚至在地图上查找到了加利福尼亚的路线。从纽约出发，他可以选择往南或是往北走，但随着冬季的临近，他决定走往南的路线。他寻找横穿美国的195公路，并为此搭了5到6天的便车。这里呢，不要紧，待会再给大家看那个地图。晚上他会在高速公路下的高地上过夜，这是危险路段上唯一安全的地方，而且在这里他也受到较少的干扰。由于身上只有50美元，所以他只能靠吃苹果为生，因为1美元可以买到1袋苹果，每袋装有12颗，非常便宜。那当时其实仁波切除了第一个晚上呢，就有汽车旅馆的老板让他免费住宿之外呢，那接下去因为身上钱很少，只有50美元，
那要$50，想象要从美国的东岸横跨到西岸去，那是是非常这笔钱其实是杯水车薪的。所以当时他晚上呢，基本上就是在外露宿的，每天就在高速公路下的高地上过夜。因为其实为什么说高速公路下的高地上呢？其实因为那个地方是唯一安全比较算是危险中安全的地方，你不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睡觉，那所以就好在公路下的高地上睡觉。那在这里是因为比较少的干扰，那其实也是一样是危险，因为到处都有流浪汉。就流浪汉跟流浪汉之间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决斗的一种现象。而且他身上呢，由于只有$50，$50要横跨多少个州？等一下，待会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地图，大家就有一个印象。那身上是$50呢，所以他要怎么去维持这样子的一个这一段时间的食物啦和其他开销呢？所以就只能吃苹果。你还好，在美国呢，$1当时可以买到1袋苹果，而且每一袋有12颗，所以还是可以维持的。搭便车和之前多次的出逃经历，让仁波切迅速地掌握在大城市里生存的能力，同时也让他具备了洞察人们动机及识别可疑人物的本领。遇到动机不纯的可疑人物时，他便会不计一切代价躲得远远的。这样子的一种能力，的确是在直到今天为止，在仁波切身上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是一个就是一个佛法的一个高僧嘛，但是仁波切他的观察力是非常的敏锐，甚至可以说是锐利的。所以身边呢，如果说有人其实通常主要是当他发现到意识到有出现哪一些人比如说对克夏拉佛教中心，或者对这里的成员会员，或者是对这里成员的家人的出现一些有不良的一种行为和动机的时候，仁波切往往都是第一个察觉到的。他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他往往却是第一个发现可能出现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各种危机，所以他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的出色的。就仁波切常常说，这是因为他以前他必须在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求存，就是必须露宿街头啊，必须每天就是要防范，就是可能有人随时拿着枪指着他啊，就各种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必须非常的警惕。这是他的一种求存的能力，当时必须培养出来求存能力。那是一段充满伤痛和难以言语的经历，没有任何一个青少年应该经历那一切。仁波切甚至会穿着鞋子睡觉，因为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得随时起身逃跑。如今仁波切有着非常敏锐的约人能力，这种技能在他年少期间面临街头上各种危险情况的时候得到了磨练。那就刚才跟大家说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其实虽然说只是可能就是短1个星期的时间，但你想象，可能我们一般人很难去想象，对我们一般人来说，1个星期其实是很快的就度过了。但是你想象说，身无分文，身上没有钱，去一个陌生的环境，自己是一个亚洲人，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小孩子，才16岁，是非常显眼的。那必须到处而且不能乘搭就是正式的交通工具，那必须到处去看什么人可以载他一程。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遇到坏人啊，因为其实很多就是人肉贩子之类的，或者一些意图不轨的人，那可能遇到一些可能就是抢劫的人来说，穷人这么穷都还有人打劫吗？当然是有，其实常常都会听到一些无家可归者给另一些可能就是一些瘾君子啊，掠夺之类，这种情况也常有的。所以当时仁波切他那几天呢，可以想象基本上不怎么睡觉的，因为他睡觉呢穿着鞋子睡的，因为
穿着鞋子才有可能随时起身逃跑。那其实可以想象，就是说，即使他即使躺下来，他也是在观察着四周的一种变化的。那直到今天，仁波切也这个样子，只要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其实都能够惊醒他。这个是当时从以前开始就训练出来的、磨练出来这种能力。那仁波切意识到，在美国出逃的青少年失踪，落入社会阴暗角落是很常见的事情。令人恐惧的是，如果这些出逃的青少年被杀了，或是陷入黑市和危险的交易中而被剥削，都不会有人发现。仁波切的整个出逃经历只能被形容为一种单纯的求存。所以在美国美国其实跟东方社会其实有点不一样。在西方社会嘛，西方社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的家庭的一种意识跟我们就有点不一样。那东方倾向于尤其是华人嘛，很倾向于把孩子就栽培啊，一直供到大学啊，大学毕业啦，甚至帮他买车买物的啦，这是东方人的这种心态。但美国其实大家看戏也看多了，就是美国情况并不是这样子。西方的孩子常常很小就必须自己本身赚零用钱啊，读书的时候在学院或者是大学的时候，学费基本上都是自己赚回来的。所以孩子跟父母之间会有一种，也可能是比较疏离这种关系，以东方人眼光来看。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青少年离家出走的情况也是非常多的。那这些青少年离家出走之后，他们的命运怎么样？常常就是那离家出走，因为年轻嘛，又冲动，有社会就人生的阅历又不多，常常就给人骗。那有些可能没有钱啊，就被人诱惑啊，去进行可能贩毒之类的，可能就有些进入一些色情行业，或者甚至有些人被杀了。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所以仁波切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个也非常关注。从此后，他对这样子的一些事情非常关注。所以呢，无家可归、又饿又孤独的经历，从此激励着仁波切向那些无家可归、贫困的人提供食物。这种强烈的愿望持续至今，并推动社区行动小组科切拉相继处快速且非凡的发展。那套仁波切的话，在这里仁波切引一段仁波切说的话：我知道无家可归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除了窘迫和羞愧，还有饥饿与寒冷。在一些我休息过的地方，醒来的时候还会发现结了霜。我会在路边，在纸箱上，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醒过来，浑身颤抖。那这是仁波切对当时的一种记忆。那我之前就有跟大家就说过嘛，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呢，我们在经历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只是一些经历。那经历了就顶多就是说这是当成是一个人生经验。但是仁波切呢，他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把他的个人经历所有的不幸的，比如说是不幸的事情，他会避免这些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那所有好的事情呢，他会想把它变得更大，变成一个事业来造福更多人。所以仁波切总是会将他自己本身的切身经验和体会呢，就落实成一个又一个更伟大的一些计划和行动。所以当时他在离家出走的这一个短短的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他所经历的一切，就让他印象非常非常深刻。让他对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人呢，就有了很不同的一种感同身受，有深刻的体会。那为了帮助无家可归者，所以仁波切在2006年就成立了科切拉相继处。那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最初就只有几名由仁波切的弟子组成的志工。那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地区，是在佛教中心的附近，就派饭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随后呢，就越来越多人加入了这个行列，所以科切拉相继处的事业就越来越大。
它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那现在到了今天呢，12年后，科西拉香气厨呢已经变成一个马来西亚政府也相当支持的一个慈善团体。那除了分派食物呢，我们也很幸运的就得到就是来自医院的一些医疗的一些援助。那其实每一次在分派食物的时候都有医生啊随行啊，就是有一些有医生随行去帮无家可归者敷伤口啦，或者是还有在一个特定的地方设立医疗站，就帮无家可归者检查身体，提供药物之类的。那除此之外呢，因为很多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者，他们有些是瘾君子，就是吸毒的。那就我们的志工呢，通常都会去访问这些人，就是了解他们的情况后，帮他们安排戒毒服务。那就是至于那些老人家呢，就会尽量的安排去老人院居住。那年轻的还可以工作的，就会帮他们找工作。希望他们其实最终的目的，希望是能够把所有的人都安顿好，希望能够就是让露宿街头的人越来越少，让他们重返社会。那这是科西拉香气厨的一个情况哦。还有就是科西拉香气厨呢，今天除了帮助无家可归者，也帮助一些城市的一些贫穷户，所以我们也设立了食物银行。其实很多城市里有一些收入水平比较低的人，就是低于正常水平的，所以科西拉香气厨会把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酒店的一些多余的食物要丢掉的，就拿过来，就怎么讲，就有志工第一时间去把这些食物啊，就拿过来，就派给那些城市的贫民户，或者是一些购物中心啊，这些米啊油啊，就是基本的柴米油盐啊，那些可能就销售不完的，可能是很快就要过期的，那他们也就是也合作，就把这些东西就分配给贫穷户，所以这样子就达到就让人一方面让贫穷户温饱的一个情况，也让这些一些宝贵的一些食材啊什么都没有浪费。所以这是目前科西拉香气厨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这一切的缘起呢，就来自于仁波切在16岁那一年，在美国从东岸横跨西岸的短一个星期的这种体验，那就有了今天的科西拉香气厨这样子的一个组织。那现在呢，给大家看一看，就是仁波切第3次出逃和第4次出逃的一个情况。那第3次出逃呢，是从它基本上是从新泽西州就到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为止，那全程大概是1127公里。那第4次出逃呢，是从新泽西哈维尔呢到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那全程呢一共是4023公里。所以那个第4次出逃其实是比第3次出逃长了很多。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看图片，有一个印象，想想这么漫长的过程中，每天要露宿街头是什么样的滋味？在这里，基本上我把这个图扩大。上面这一个呢，我们说嘛，第一个是比较北部的。北部呢，基本上呢，它是从新泽西州到跨过这个是应该是 Virginia， 应该是维吉尼亚州。那过这是西部的维吉尼亚州，到 Ohio， 然后再到印第安纳波利斯，那是这个是1000公里左右，这是第1次出逃北部的那个米色的。那第2次出逃因为天冷的关系，所以仁波切决定往南走，所以红色这个呢，红色这个整4000多公里，那就是仁波切最后一次出逃所走过的路线。而想象的整个路线，它都是乘搭便车、露宿街头这样子来度过的。那经过了哪些州呢？
那经过的州是基本有哪一些？从新泽西到马里兰，马里兰过后到维吉尼亚，维吉尼亚过后下到这个北加利福尼亚，北卡罗里纳过后呢，就到这个 Tennessee 的这个中文叫什么忘记了。到接下去呢，就阿尔坎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州，穿过德萨斯州，来到新墨西哥，然后经过Arizona，然后就才到这个加利福尼亚。所以全程是4000多公里经历，为期大概是1个星期左右。所以这整个横跨美国的一个历程呢，让当时的这个年轻的孩子就下定决心，不要让别人有同样的经历，那或者是尽量让人家能够在这种过程里，就是尽量去帮助这些有这种同样经历的人。这是最后一次出逃的一个图。好的，那到现在呢 ，OK， 他就在这小题是幸运的歇息，就在跨越美国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仁波切最终幸运地得到了一次喘息的机会。他整个美国之旅，刚才可以给大家看过那个图片嘛？那可是从东部横跨到西部，就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终于才有一次喘息的机会。他与一位个子高大的金发女士一起搭车同行。这位女士拥有一半的美国原住民血统。金发女士当时38岁，有一个18岁的男友。她爱幻想、风趣，但也很古怪，让仁波切感到十分亲切。当仁波切告诉她自己是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这位女士回答说她也是。什么时候？她回答说昨天。她解释说，她之所以出逃，是因为自己父母对她找了一个年轻的男友这件事情不高兴，所以仁波切长途旅行的最后一段，这位金发女士就载着仁波切到了男友的父母家。所以她最后一次呢，就她的喘息机会是遇到了一个就蛮有个性、蛮特别的一个作风蛮豪迈的一个女士。那这个38岁女士呢，是因为有一个18岁男朋友，遭到家里反对她也是出逃的。那这个很爽快的女士就载着仁波切到了她18岁男友的父母家。她问男友的父母能够再一次借用车子，好把仁波切带到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男友的父母同意了她的请求。很快的，他们就踏上了旅途。这些年，仁波切一直生活在忧愁、恐惧和孤独中，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也被剥夺了。终于，仁波切开始体验到自由和快乐。这位女士将他带到了位于洛杉矶郊区蒙特利公园市的鲍勃古家族堂哥家。仁波切的堂哥与妻子宝琳一起生活。仁波切多次恳求鲍勃不要给他的养父母打电话，也许是出于对自己出逃的堂弟的关心，鲍勃还是给他的养父母打了电话。虽然仁波切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便是被送回家，但幸运的是，鲍勃获得仁波切养父母的同意，让他留在自己家中。仁波切的养父母可能知道，无论说什么，他们也无法将仁波切劝说回家了。仁波切感到了难以置信的轻松，16岁的他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一段呢是说金发女士呢就把仁波切带到了仁波切的堂哥家里，那个叫鲍勃的堂哥家里，那就把他安顿在那里。所以鲍勃虽然说仁波切恳求他不要打电话给家里，但是那鲍勃还是打了电话。不过当时呢，仁波切的养父母就还好，没有坚持要把他叫回去，因为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仁波切争取了这么多年，他们也知道再叫回去也是一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么多年之后，仁波切在16岁那年终于
终于得到了自由。他其实他想要自由，其实就是一样，就是想要得到能够自由修习佛法的一种自由而已。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图片。这个是蒙特利公园鲍勃古家族的家里。仁波切到洛杉矶的最初几个月就是住在这里的。照片在哪里？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仁波切在洛杉矶最初落脚的地方，他堂哥家，最初的几个月。那这个呢是仁波切在他堂哥家里的房间。仁波切其实是很爱清洁、很爱整齐。你看他房间，其实你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爱干净的一个人。那直到今天呢，仁波切依然是非常非常感谢当时他的堂哥鲍勃允许自己在家中住了几个月。那这个环节的分享呢，就到这里。因为这里接下去我们会说的是，仁波切开始去找佛教中心的一些，就是他在洛杉矶落脚了，定了下来过后，就开始。当然，他离家出走的目的，就是要去能够自由学佛。所以他一落脚了之后呢，他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立刻去找一个佛教中心。那所以接下去的第3章呢，就是叫许下承诺的，就是开始在说仁波切怎么去找到他最后的那个佛教中心图登达杰林，以及在图登达杰林遇到的上师和如何遇到宋仁波切等之类的。所以这是明天开始我会给大家介绍的一些新章节。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的。看来好像没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花色这边说刚才的问题没有解答哦。刚才什么问题？那是前一节的。对于上师自杀，你有什么看法？但佛教当然是不鼓励人自杀。那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自杀也是一种杀生。那自杀的业是非常大的。但是对仁波切来说呢，他当时一来他年纪小，二来他是一个趁远回来的一个仁波切。对他来说，当时整个环境，如果说那环境是不允许他学佛的话，他是觉得他的生命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他的愿望，他回来人世的愿望，其实就是学习和弘扬佛法。我本身我觉得，对一个修行很高的一个人，他的一种做法，我本身我没有办法去，我没有这样子的智慧去评述些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在这里，我只需要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仁波切自小他是愿意为了佛法不惜的甚至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里并不是鼓励人去自杀或者什么的。这里要强调的是，让大家看到他当时的一种意志。以年纪小小的人，多次的想不畏惧痛苦，不畏惧各种艰难的一个情况，想离家出走。他不顾一切，就是想要学习佛法。
这里要强调这个东西，而不是自杀。我是觉得，其实仁波切也常常跟我们说，自杀是不对的。这不是佛教所鼓励的一些行为。所以你问我什么看法，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资格去评述这件事情。其他有什么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那结束之前呢，我们做一个圆满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上慧名称是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施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仔细障碍之身造，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依止相属二次矣。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真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善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谢谢大家。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介绍仁波切在洛杉矶找寻佛法中心及后来遇到众仁波切的一些分享。明天见。